日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年呢，2年非常的重要哈，係萬愛母兒運動30周年咯。其實呢段時間呢，越嚟越客家30嘅活動哈，介紹俾大家。喺今日節目當中，要搶到了解裏邊 Rita 非常的歡喜啊，很興奮哦。總算喺節目當中就嚟了解，欣賞好好來。談佢嘅故事，看佢愛做嘅戲哦。今日了解策劃者，佢本身是係了30年嘅見證者。你哋下實實來分享蔡氏劇團嘅團長鐘橋先生，分享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先生今日非常歡喜，有請到節目當中哈，大家一來談下故事啦哈。哦，你好。因為像我家講到30年就係一步一步安尼行過來哈。今年先生哈，我有一出戲，同大家講，就係講喺30年，應該講30年前到底發生乜嘢事情？帶到人下嘅客家，其實有清大嘅影響哈。先生先講一下。人有冇想要用戲劇來做韓國30年嘅安尼嘅感想好呀？本來自己30年前哈，就1988年了。嗰時呢，最重要的事情就係講1988年就發生這個客家人運動。那客家人運動呢，然後我們那時候我恰好因為陳映真老師他的帶領下呢，就在《人間》雜誌主編這個客家人運動。因為愛客家人們哈，就來主編這個客家人運動的專輯。那我稍稍講一下，就是客家人運動，它主要的那時候的背景啊，舉例來說，就我們現在看到客家人運動的當時的那個照片，我們就會在這一個，當時的運動的起點就是這個國父紀念館，然後就是孫中山戴着一個口罩，對。然後從這個意象開始，這個意象當然就是《客家風雲》雜誌的鍾春蘭女士，因為她是啟動這一個運動的核心人物，她的一個idea。但是這個 idea 當時也受到很多客家人呢，就某詹省啊，哎呀，就講就孫中山用國父用作為的戴着給口罩哦。那這個的意象大概我們現在就會理解，它的意象大概就是說，因為在官方的這個版本裡面，客家話是不能在公開的場合或者是在學校裡面教育的場合，母語，做唔得講方言，做唔得啦，嚇，講官話安尼意思。就會講1988年，就會1987年解嚴後1年，但是解嚴後1年這件事情，它仍然還沒有被解嚴，在那個背景下。但是我們現在談到這個客家人運動的時候，語言其實它只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和橋樑。我們說，如果我們客家人不講唔講去改這個唔講去改母語，溝通上就會困難沒，就是那個橋樑不見。但是呢，就會講。除了這一個語言的背景之外，很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延伸到客家運動，它的這一個重要的那個內涵。這個內涵基本上和客家人，他和土地的關係有關。錯個哈。係有。嗰時候湯先生安尼講，其實佢有一層一層冇共用嘅背景啊，哈。你個文化出來安尼累積起來啊，哈。嗰時候其實先生唔正經係。我知道咧，客家安尼活的國寶，因為講，你真經地都有青島故事哈。老師係文青，哈文青安尼行過來，做埋做嚟來堅持。嗰你做嘅你嘅劇團，做嘅戲劇，都有經驗，你沒有安尼嘅想法，然後你以前你採訪嘅內容，哈，你所寫嘅安尼嘅故事，哈，再次來歷史重現，因為係真經嘅真實嘅故事咩，哈，各位。你知道用戲安尼來表現，做埋我經驗特別上來做。因為今年係客家運動嘅30年，因為30年呢，就是說，30年前發生的事，但是我們如果把這一個客家人哈講嘅莫講廢笑或廢頭啊，客家人講轉神呐。哦，轉神，錯，講轉神。轉神同嘅肥頭，乜解冇共用？
目标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重点？我知道正神有一个新的，好创造一个开创新的历史。韩国俩正神係幾十年有安尼聽通，那回頭當中我自家知道安尼看聽。錯，你這一個解釋就對了，就是回頭就會我們只是懷舊嘛。係。轉神呢，他剛硬講轉神，這個就非常傳神。就有聽通咯。聽通，你要把過去拿到現在來。超。係咪？超。就按你講吼，就係講客家話、客家人呢，本身對非常重視這個傳承，但是呢，永遠也不忘記把這個傳承啊，變成了下一代的福音呢。哎呀，係啊，是古所講按你演員底下，就來做一些閃生眼前的事情，就是我們在人間雜事的時候，透過客家的運動，知道了這一個當時呢，相關於土地的客家人的第一個。就是1950年代，因為這一個當時有地下黨的農民的參與的革命，後來發生了白色恐怖的這個事情，是一個採訪。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這個採訪呢，也連接到當時在新埔鎮，新竹的新埔鎮有一個就是工廠的工會，他們在台灣展開第一次的罷工。哇！那個是我呢，就是在30年前採訪2個主題。哦，亞拜那個就嘗試將那一個30年前的採訪經驗轉化成為這個戲劇，籌備大概也有1年了。哇，先生亞拜做安尼個戲劇，其實講到30年前發生安尼事情，也下看是到當初看一個故事聽聽，當初當詞言。不過其實30年前我來做安尼個事情，第一個你當台擔，因為講因為我做安尼個採訪吼，你要有可能你要本人當目做件看定嘅，你做乜嘅，你寫乜嘅，你講乜嘅。哈，有繁忙嘅東西啦，哈。各位書房就一段有聲音，佢相信伊講，你唔係乜嘅老佢寫出來，佢就會生命危險等等啦，哈。佢說安尼，你自家的做安尼嘅，人講主編啦，寫安尼嘅文章嘅時節哈，佢當時嘅內心有冇有安尼嘅憧憬、熱情、感動，想我出來做一件事情。我想哦，因為台灣下嘅就世代的變化很快了，特別是這個10年20年啊，應該是因為這個虛擬世界、網絡世界的出現，所以每個人就比如說現代世界的人基本上活在自己的，我們稱之為原子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但是呢，就對於歷史呢有很多的隔代和斷層，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其實我們說30年前的事情一點都不遠，也稱不上是歷史啊。不過能用吃到檢查青苔呢？主要就是戒嚴的關係。哦。外面就是社會構造上來看就是戒嚴，就像我們活在戒嚴世代的人，他基本上有2層的這一個隔閡，就是這個隔閡是什麼呢？有一層就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戒嚴。另外一個就是國際性的這一個情勢，就是所謂的2戰以後的冷戰的情勢。這個冷戰的情勢呢，就是台灣被劃歸為所謂的民主自由陣營，依靠這個美國的發展而發展，然後呢，這個和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陣營產生的隔閡這件事情。那在這個事情是國際上就是冷戰，內部就是戒嚴。那在這一個前提下。所以說呢，對於說所謂的就是我去採訪的這個第一個這個，因為他們是農民嘛，但是當時在50年代的時候，有很多的地下黨人，他們到客家的農莊去，然後他們幫這一個農民呢，就是寫狀子告這個地主。哦。然後因為農民不識字。本人剝削安尼，古說安尼有讀書嘅人就天數農民，農民咩安尼，點到咩係老亞的有讀書嘅有志之士，天數就幫他們隱藏，好保護佢哋。哦，你可以這樣講，對吧？但是就會講佢本身一些佃農嘅，但是一些佃農懂得太大地主啊，擁有很多的土地，但是開始啊，就會講人家政府頭一次啊，透過層層啊。他開始展開這個375減租、耕者有其田的這個政策，
那这个政策当然也是某一方面怕农民革命在台湾也发生。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的农民呢，他们本身呢需要透过因为地主不愿意释放他的土地，所以农民就要去告地主，他们不会写状子。那这些地下党人就潜入街山区，白天的时候呢，和他们一起这一个做农务，晚上的时候对，就是帮他们写这个控告地主的这个状子，当然也因此来发展他们的地下党的组织。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啊，阅读一些左派的这个书籍啊。那从1950年开始，那这一个当时的台湾社会内部的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这个戒严体制开始的这一个整肃这些地下党人，一直到比如说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在这是一个很一般的经验，就是你去坐火车，你在那个火车的车厢上，你就会看到那个车厢的尽头贴着一个这个标语，就是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然后有一个戴墨镜的人。真经就有经过那个时期就错哎，这个没有想到，比如说对你而言，这个是完全你不知道的事情。错，不过呢，唐先生讲啊，这种哎当初伫上安尼历史嘅课，当然有。不过我出动神奇，因为也係我哋冇見過嘅，不過也係真經嘅。當初先生家講，其實30年短短天呢。好，幾隻社會、幾隻風氣，才有安泰嘅轉變啊！哈，當然，就係社大家來看，亞擺哈蔡氏劇團而來做嘅翻天環，然後夾嘅天雄啊，哎呀，睇起來就當熱血沸騰。等下轉來哈，安同大家哈繼續好好來介紹，咩來談鐘橋先生而來講故事俾大家聽哦。大家進到福喜來嚟，今半日嘅鐘橋先生嗬，佢帶來佢最新嘅啲戲劇嘅製作嗬，我幫大家來了解到底咧下個30年韓國乜嘅劇章呢？再次來分享鐘橋先生，先生好。你好。係先生剛係頭前講到翻天環，然後夾嘅天雄啊，我哋講起來有一種義憤填膺嘅感覺嗬。啲講大家啲講原來也出戲劇係有真嘅故事來做安尼嘅故事嘅背景，不過冇翻天環也嘅人呢，佢當時其實你哋寫嘅時間有啲技巧，嚇有啲話你可能係保護當事人，也係講你自家本佢有啲話理想性係冇？其實哈，這就係人間雜誌去採訪哈，去採訪嘅時，事實上呢，它已經是解嚴後1年嘛，1988年哦。去採訪的時候，就會引飛講，我去採訪也係對象哈，因為我們知道，在這一個50年代白色恐怖的時候啊，它的整個的很多的這個地下黨人，他們是流竄在客家的桃竹苗的山區啊。這個原因我剛剛有講，就是說，因為客家人有很多是佃農，那因為他們是佃農，所以他們要爭取他們土地的權益。這一些地下黨人透過去幫助他們，然後呢，也去發展這個農民革命。它的背景大概是這樣。但是呢，這個背景的狀態下呢，我去的這個因為透過陳映真老師的介紹，然後去採訪了這一個在桃園的三甲水也所出來，去採訪了以後才知道呢，這個對象叫梁雲漢先生。哦，梁先生啊，跟梁先生2年前呢。起個台流的歌神呢，那他那時候接受我採訪的時候，我才知道說，在採訪的他的這個佛縫就是在寫個佛縫的時候，他那個牆上就掛着一張是他老母親的照片，就給他泰國的照片，給他一個泰國的兒子，就是侄子的照片，外甥兒的這個照片，3種照片呢。就會講，他老母親那個已經過世了，但是他的泰國還有他的侄子的照片，就是2個都是被槍決。就會因為這種是殺非，就是給他安的啦。哦。對他們這個案子，
然后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一个桃竹苗的这一个状态，就是有很多也是个别的地下党人的流传，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但是呢，这一个梁家的他们的这个整个三甲税的这个案子，它是一个很大的案子。这个案子有一些些类似，我们知道白色恐怖的时候，还蛮知名，就是我们客家电视台做那一个吕赫若，就是他就是在那一个鹿窟嘛，那个鹿窟呢是一个整个基地，所以他是军队上去清乡啊。哦，有的像整个镇压案呢，整个镇压是数千人的军队上去镇压的。但是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案子没有到数千人，但是他的状态是，因为我们后来我看到他的整个那个判决书啊，就是梁先生本来看起来判决书，那张第一个全部啊，像梁的，还有他们林沙，全部有死刑哦，对，26个人，哇，其中啊13人枪决。哦，安尼算来就，啲几只素材咪系太事件，而咪出一个唔带啲几边，就有事情出错啦。佢说安尼嘅背景就显示讲当时嘅几只沙飞嘅风气啊，哈。韩国其实夜拜嘅戏剧嘅呈现哈，吃到老人讲嘅当有特色，因为呢，佢要用史诗剧场嘅方式，好来呈现。谈到史诗啊，就等于史推性。韩国有一种历史感，有人讲，安尼做得改编世界嘅，系冇？系史诗剧场很用嘅方式。你看史诗剧场，其实按来讲哦，就是德国的这个剧作家很多布莱希特，给发明的啦，给青春的事情就是讲，给感觉啊，他发展了一套他的理论，史诗剧场是他的理论呐，这个理论大概就是有别于我们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去看戏的时候啊，要边看边流泪的这一个感觉啊，因为我们边去看戏，我们边看边流泪，就是因为舞台上演得很好嘛，所以我们的情感就跟着舞台上走。但是布莱希特他反对这个提供这样戏剧就是要让你思考，你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过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你都不知道呢？对，点都会想，哎呀，我错过什么？你错过什么？你错过重要的历史啊！是不是？欣赏也按你讲本来开始思考过，原来看戏好懂有哲学感哦。是啊，就是也不要讲哲学了，但是就是说，因为长久以来啊，原来戏剧就会表演的事情就会变成了一种，好像就是说，它只是为了取悦观众看娱乐性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做这个戏剧它背后有一个严肃题材，但是我们希望也探讨一些问题，客家人的问题。客家历史上，比如说这些，在这些农民，他们怎么样经历过这一些历史的事件，然后他们怎么样活过来。就是讲也梁先生也不卡，他的侄子，他的就是也还在啊，我们也是回去采访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家人也都还在，但是在当时。比如说，你看到我给你的照片，就会讲有打马赛克嘛，就也喺梁先生佢即刻同佢講嘅啦，佢講雖然啊，也那個時候已經解嚴，但是呢，他心內還是非常緊張，他怕牽連到別人，他做一點就會講他的照片不要露臉，做一點佢名嘅摸出來較好安尼。你較安全。他這個時間就想到講，那我就幫他取一個名字，對，那就取了范天寒，天氣很寒冷。和我一起去採訪的《人間雜誌》的我的這個好朋友范正國，姓范。你就用給他香的嘛？用給他香的，因為帶幾個用模呀，就范天寒就會講。佢見過安尼天寒地凍嘅事情，就講哇，就講也上也戲啊，青春的事情就會講如果我們開始一個尋找范天寒，這是有意思的事情。范天寒到底是誰？係啊，他是一個虛構的人，但是他事實上他背後有一個
真正的关于客家人的故事。可能吼，安尼范天寒可能係挨公嘅胎幾萬人，差唔多，吼，差唔多吼，可能屋卡斯坦人，其實就係有安尼嘅人物嘅經過。係啊，哦，是個，這是同道啊。係啊，這是同道。古時可能會有感覺。戒嚴的時代哈，50年代以後啊，就會講時尚，會講，千萬不要參與政治哦。真嘅哈。係咪啊？啊，冇人講。好，冇講，安尼就會安尼啊。這個主要就是向這個背景來。係啊，所以亞拜呢幾隻法通啊，吼，地圖人家講到到底乜嘅時間，做得看得到先同大家來介紹一下好冇？一個時間，大家講，我嚟尋找范天寒，我嚟看到底幾時發生乜嘅事情，哈，就係10月19、20月哈，也去啲台北市嘅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哈，也啲台北。汀州路3段2號。走，也特別睇下汀州嚟講，還有啊，有改創哦啲種花，係嘛？種花，下禮拜啊。10月27，就下一個禮拜。古時呢，大家把握機會啊，哈，去來看我本人新詩嘅一個戲劇啊，哈，古時其實大家聽到先生安尼講，哈，有來看到佢哋地圖，哈，有一個我知道講起來實在有得誒唔判得哈，不過地圖有說書人，有為來講戲，當初一個引言人啊，哈，導領安尼嘅感覺。嗰有地圖，當初有渡台悲歌，大家有看過冇？佢啊哈，歸屬所係詩啦哈，當場300人學呢，哦地圖就有用一段啊，我想 Rita 出來念本大家聽哦。佢講呢，天軍切莫過台灣，台灣恰是鬼門關，千山人稀無人轉。台灣素材滅人山，客頭講土台灣好，川原雨水一般了，口是花樣再一般，千篇不可信其年。哎呦，做唔得相信哦！啊，你念起來就知道講台北正經吼，愛土海來台灣吼，愛。排除很多的萬難，當冇簡單來到也當場做得安身立命，做得賺錢，點都本客頭偏去啊，一客頭就有得像安尼中介哈，偏人行業變做佃農，幫人剝削，再有安尼勞工農民啊，應該算農民佃農啦，佢哋想愛來掌握自家嘅權益，哈。你講得懂好啊。你解釋的對這首詩解釋得很好。移民時代呀，哈，現在客家人哈，全部會流離咩？本來客家就是很移動的、流動的。那過去我們客家人就是流動，所以我們會很希望能夠安定下來。然後在流動的時候呢，也讓我們變成了安強的肢體，就是你要面對很多困難嘛。懂耕耘。對，但是呢，你也同時很想。日久他鄉，變故鄉。係啊，哎呦，那客家人同呀去台灣呢新住民呢，他遭遇是蠻類似的。哦，係咪啊？呢，新住民也要來台灣，他們從那個印尼來，很多是客家背景，但是他們的遭遇，其實在現在還是和過去歷史上客家人是類似的，所以我們客家人呢更懂得去接納別人，因為我們自己是流離過的人，所以我們更懂得去接納其他的新住民。先生講都很好哦，哈。也本來就係咁樣。真嘅啊，哈。嗰時候一出去真嘅要懂到出得大家一天來看，韓國本人思考嘅嗬。我相信啊，可能你一邊思考，沒有動感同，因為我單槍唐先生嘅介紹，我就知道講哇。安尼歷史嘅背景吼，嘅故事性當強，韓國有當人講嘅無奈的地方，個正經都也係愛轉身嘅地方吼。等下到陣來吼，同大家繼續來分享吼，范天寒老家嘅體向吼，呢度有青島當用心嘅設計，包含有藝術嘅裝置，個有音樂嘅串聯吼，有當到新嘅創作，愛分享俾大家，請大家先聊一下哦。
转到复习来基本嘅分享哈，钟乔老师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哈。家下你要寻找梵天函哈，我希望大家听出来，把握機會，票一定會實買啦哈。當然，地圖呢要當到用心嘅設計哈。你請鐘喬先生來介紹哈，先生，家講到哈，廿八號特殊嘅設計哈，真係當到角色哈，你係團長，你要策展人哈，你要規劃，無論係音樂啦裝置藝術，你都要用心去設計每個細節哈。廿八係規則計劃，其實有一個完整嘅名嘅，錯嗎？光環唄哈，光環裝置的也名嘅哈，青春啊就會講入面嘅台北市的這個客家光環裝置啊哈，然後就會講要做個天公日，就是它的主題。哦，天公日。因為人家台北市的客委會哈，佢希望講你也演出本身啊，沒有一個推廣活動。他也推廣活動就會幾個，因為客家園區啊有給外面的環境非常好嘛，你去有嘛哈？有。那我們就在那個林蔭道下面做了一個這一個鳳陽蟲的這一個裝置，就是講鳳陽蟲的裝置就是也因為啊前一陣子同哪一個人就會去個東部啊。東部嘅一個原住民部落，鄒族的部落，就看到嘅地波呀，佢有安不太合適啊，因為那個地方很環保的關係，所以呢就整個的安靜下來以後，就是全部鳳陽蟲螢火蟲。今年一天我沒有看到，我去南莊，對，哇，真見多呢。去客家莊嗎？客家莊，我細時節的星座時常會看得到。我是清反呀，也要從事講環境嘅環保咩？嗰個我知道，你天公嘅一個主題講得當好，我經常同家講嘅轉神。好，暗夜嗰題總係天會講咩？好，行過辛苦嘅路，總係有新嘅美好嘅環境等等安尼。嗰時候做也名當好。天公日哈，就會講暗夜哈，鳳陽蟲。安不太合適嘛？我們在夜晚的時候，我們想着，因為那個螢火蟲的光，讓我們想到明天嘛。有希望，有希望。天公日就會明天的意思呢。對呀。就按那意思吼，就順勢請給偉傑。偉傑嘅第一個專輯就會天公日。對呀。哎呀，基本上咩參與青島沙飛嘅運動，佢對於人權啊、勞工啊、義工啊，非常的重視，你還會請人。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天公日，然後那時候在美濃，在做那個李山的戲，然後呢，後來呢，就是去年我就知道他做了夜色那個戲，那個他的歌，一個轉型。轉切吧，非常吸引人啊！就每一個都是他去採訪。錯。一般呢，人的戲呢，有一部分咩做嘅關於那個遠化罷工，咩下人。錯。佢我有帶嘅偉傑去做嘅田野調查，佢田野調查佢就同嘅工人啊，做這個田野調查的交流，佢就講起哦，佢本來喺國外咩。沒去採訪工人，然後他就把它寫成他的歌。哇！嗰時候你真係動用心啊！嗬，偉傑介業佢係嚟做音樂創作嘅。音樂創作，還有他的團隊。山料山料弄出嚟呢。嗰時候廿八又再一次做新嘅田野調查，你介業到廿八嘅規則戲劇嘅呈現。他就按你歌上地波呀，佢就發展佢出來歌嘅。哇！我相信睇下咩同其他哦，因為頭擺落一下做結合，我之後一下就當好結合嘅。地圖就係有人健遠嘅性格，咩有人講你就係控制夢錯，你的追求，人嘅理想做得來實現，就係你咩？嗰時先生廿八嗬，其實留青島優秀嘅人才合作嗬，包含拖延啊，嗬，咪係用無窮樣嘅手法嚟做創作，係嘛？
目腔的说法就会讲，因为也含大家还蛮较宽度嘛吼，讲太多咩冇意思啦吼。哎呦，觉得有请大家叫我来看一下下摆，饭店和老家体育哈，老以前菜市剧团来做嘅戏剧，有咩目腔用呢？动态目腔用啊，动态目腔用。问大家，自己好好来品味一下。韩国人看的时间嘅上。我有連結到30年前，我到底我一下生產業嘅時代嗬，我講都按自由，按鬆鬆嘅日嘅，係咪你會想起我嘅祖先也係講，其實就可能就我爸、我公、我太，我記得見過嘅安尼，也看起來吃到會驚嘅。講嘅動好啊，我自家呢，我自家都會吃到講，係講我生產嘅時間嗬。我真認為當緊張誒，一擺做戲就會講唔係就會演歌戲嘅事情聽聽啦。就是如你剛剛所說的，就是像你這樣的觀眾，年輕人你去了，你會聯想到你自己，這一個部分也在戲裡面。哎呦，就希望觀眾朋友做得有安尼嘅連結。有安尼連接，老師，我都去散散安尼嘅講嘅，就莫講太多啦吼。哎呦，就賣點關子，就有安尼嘅連接。安尼嘅連接呢，同就是說它的一個重要性，就是因為斷代很嚴重嘛，記憶已經被斬斷。但是記憶被斬斷了以後，我們在戲劇裡面是怎麼樣恢復那個記憶？那就是說，包括觀眾在內，包括演員在內。應該都在回復這個記憶，面對這個記憶。然後面對記憶的時候，不是全盤接收，搞不好有很多的抗拒，這些都是可以用戲劇的身體去表達的。哇！當我們的戲劇身體表達這些的時候，我們是活在當下的。講起來哈，其實也是哈，老每一三年都有關係，老唔親有關係哈。就講你自家看，我相信每三年嘅感受無共樣。好，唔過一定係當深刻嘅。好，啲啊，咩特別老大家講一下哈。日嘅10月到20月，就有跟他先生講嘅這個客家嘅光環裝置藝術哈，就天光嘅，就啲客家主題公園嘅安尼林蔭大道咩？東江安尼，要做安尼嘅設計。嗰個10月13號有嘅戶外推廣嘅活動，有記者會啊，有就動腦棚嘛，有朗誦啊，舞蹈嚇，有一個舞蹈舞蹈，韓國有離開幾個音樂會啊，唱歌本大家睇得出嘅記者會，然後呢，就是我們有導覽。還有導覽。導覽也福音村嘅個現場嘅裝置。嗰時候啲台北3場嘅演出，就韓國邊安尼嘅裝置藝術，大家就會看得到。都中華園林嘅演藝堂，就冇安尼嘅現場嘅裝置啊，就單純表演。就表演，唔怕分享大家一天來到安利特別是嘅主題公園來看裝置。最後呢，你就看一場戲，各位很想去看哈。帶啲南部嘅朋友就再買一次票來看啊！看2擺咩有無共嘅感覺？一出戲你看的當下會有無共嘅激盪。特別是這次的演出啦。哎呦，嗰時候先生迄個想愛行到都會了解，愛發落，愛買票，愛上哪裡去看呢？上兩廳院就可以購買，大家也可以這個上蔡氏劇團的粉絲頁，然後和我們聯絡也可以。好。總橋先生今日非常歡喜有請到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哈。先生從後生開始，佢就係文青哈，到今還係堅持你嘅文學之路、藝術創作之路，也係講你嘅左翼行動安尼一條路哦，做得講起來係安尼哦哈。無論讀到乜嘅，我做安尼嘅精神哈，做得幫助佢哋創作時係那度嘅靈感。要祝福先生繼續帶俾大家更多嘅感動、更多嘅創意，好冇？謝夢，再次感謝客家正經大鵬有你哦。
再次感謝先生。啊，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鍾啟先生同大家來分享翻天寒老佢嘅體驗。韓國客家30愛轉身了，邀請所有嘅朋友落到戲劇地度來感受一下你自家同客家嘅一個大變化。咩分享大家呢？向下來愛客家，來支持客家，哈，來感受客家哦。今日再次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呢先生來做運動哦，上來了。